伊互伊掠伊的时候，我还未出世啊，我伫阮妈妈肚内啊。啊，伊庆杀的时，伊互庆杀的时，我5个月大汉。对于我看到阮爸爸的遗书了，哦，伊的遗书，我感觉这个人真正是存在的。春兰，认不认我做爸爸呢？春兰，你能不能原谅这可怜的爸爸？说实在，我读这段我拢，心肝拢真艰苦。拜六暗时11点，若是思念，就伫公司大舞台。